隨時隨地做一個快速放鬆嘅呼吸練習，幫你減壓放鬆身心。你係唔係喺工作中成日覺得壓力大，集中唔到精神？唔使擔心，今日我哋會同你分享一個簡單嘅呼吸練習，無論你喺邊度，都可以快速幫你放鬆身心，釋放壓力，令你心情煥然一新。依家就準備好，一齊開始呢段放鬆之旅啦！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坐低或者企喺度。首先閉上眼睛，深深吸一口氣，用鼻吸氣，同時慢慢數到4。之後 hold 住呼吸，再數4下，跟住用口慢慢呼氣，同樣數到4。重複3輪，你會慢慢感受到內心開始平靜落嚟。呢個練習嘅原理係透過專注呼吸，將你嘅注意力由忙碌嘅思緒拉返嚟去當下，有效咁降低壓力荷爾蒙，並且快速帶嚟放鬆嘅感覺。無論你係喺工作、通勤途中，定係面對挑戰嘅時候，呢種呼吸技巧都可以係你嘅秘密武器。只需要幾分鐘，唔使任何道具或者特別場景，你就可以重新集中注意力，改善情緒，以全新嘅活力迎接新一日嘅挑戰。覺得舒服啲未啊？但呢個只係一個開始。將呢個簡單嘅呼吸練習融入你每日生活，係對抗壓力、令自己恢復平衡嘅最佳方法。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了解更多實用嘅減壓技巧。從今日開始，等你每一日都過得更加輕鬆自在。